咱来看下太平洋东坡全面进步协定，也就是咱讲的 CPTPP， 16召开部长级的会议，签准英国入会文件，嘛准备要讨论入会新的申请。其中上届受到关注的，就是咱台湾甲中国的申请。南国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，伊讲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啊，经贸法规拢是上悬的标准，希望 CPTPP 会当赶紧审查。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15、16在纽西兰召开部长级会议，首要就是要签署英国的入会议定书，预计2024年全面生效，成做 CPTPP 的第12成员国。同时也渴望讨论台湾的入会申请案。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郑振中讲，台湾准备好啊，经贸法规体制拢符合高标准。如果他们的决定要开始审查台湾的入会案的话。 我们自己相当有信心。我们觉得我们的贸易体制啊，我们所有台湾的政府法规制度都非常的公开透明，1年半多了。那么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早点有机会开始审查我们的入会案。 郑振中表示，期待 CPTPP 会再维持高标准的原则，希望会就台湾入会成立工作小组，会密切注意会议的结果。即个已经递交申请加入的国家有中国、台湾、哥斯达黎加、乌拉圭，抑个厄瓜多加乌克兰，有2方同时申请。中国又比台湾较早1礼拜内提出申请，传出 CPTPP 对申请案件无共识。国际上的惯例都是两岸先后或是技术性的一起加入。 它不是仅是看这个经济条件哈，很多时候是会有政治力的一个介入。国际关心台湾甲中国入会申请案，外国媒体报道有一寡 CPTPP 成员国支持同时来审查，会避免伫中国甲台湾中间做出选择。另外 ，CPTPP 高标准的协定对中国来讲加入障碍无遂。澳洲的贸易官员就讲，中国伫短期内无什么希望会使加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